你登入之後會首先見到儀表板，喺儀表板選項卡當中呢，你可以查看呢圍繞你嘅業務嘅好多關鍵指標。機會狀態 （opportunity status） 基本上只係指你為你嘅企業捕獲嘅銷售線索數量。機會價值 （opportunity value） 係你喺管道裡面嘅潛在金額，你嘅轉換率 （conversion rate）。你可以深入觀察你嘅漏斗，並了解啲人點樣通過各個步驟進行階段分佈啦 （stage distribution） 啦，主要係根據你嘅銷售線索嚟對潛在客戶進行資格排序。喺任務啦 （task） 中，任何需要執行嘅任務都會顯示喺度，需要發送嘅手動操作、電話、短信等。你可以查看銷售來源報告 （lead source report）。即係得了解你嘅銷售嘅來源情況啦。如果你喺度運行 Google 廣告，咁你可以見到咧你嘅 Google 分析，然之後咧你可以喺呢個圖表上面咧跟蹤所有呢啲，係跟住咧你可以從你連接到我哋軟件嘅 Google Business Profile 中睇到嘅指標啦。咁如果你運行面書廣告咧，並且咧，你已經連接咗你嘅臉書啦、Facebook 嘅賬戶，然之後咧，仲有你嘅 Google 廣告報告㗎，你可以睇到你嘅臉書廣告報告啦。下次再見。